来看这中国快艇丙船溺死2个人死亡的意外，即马这件代志是愈假愈大摊。中国的海警昨就硬爬起哩咱金门观光船初日号检查半点钟，海委会主委管碧玲是表示讲，中国的行为就是咧伤害两岸人民的感情。也毋过，伊嘛坦白讲，咱这只观光船有影是有较挖中国的码头，也拿这个丙船意外死去的2个渔民，家属今仔日早起已经去到金门，拍算这2天就会处理后事。中国船伫金门海峡丙船，2人死亡的事件的滚架，中国海警宣布伫金厦海峡展开常态执法。19个强行定南检查金门观光船初日号将近半点钟。海委会主委管碧玲20表示，中国行为伤害人民感情，毋过也承认这观光船被定点的位置较偏中国码头。根据金门立委陈玉斌透露，初日号外界半海里。登检这一艘船是伤害了我们的人民的感情，制造人民的恐慌，而且不符合两岸人民的利益。位置当然是在比较偏陆方的地方，距离中国大陆的码头是1.9海里。管碧玲指出，那台湾的船未来拄到同款的情形，应照 SOP 无停留或者是等越避开中国海警，佮通报海巡人员。外界也关心国军是不是也提供协助。不过，国防部长柯国清强调，国军未介入。我们本身就是为了避免战争不会主动介入因为我们介入的话会升高冲突我们不乐见。至少会担心擦枪走火。国防部一定很担忧我们手机的，所以双方都必须要理性来克制处理问题。对两岸紧张情势提悬，行政长陈建仁也呼吁，双方应该用理性对等，而且互相合作的方式，维护金厦海峡安全。我们此行来金门，就是要了解事实真相，协助家属善后。我们要求台湾有关方面认真对待家属的正当关切。这个事件当中死亡的2个渔民，死者家属伫20日起由泉州市红十字会人员陪伴到金门，按算停留2天处理后事，也到庭接回2个生还的人员。记者综合报道。